咱入去啊！哎，不，你刚刚入去，其實咩講做唔得？佢點樣會點萬人攞萬人啊？做唔得哦，你張伯明，有冇人家爭議哦？你以前啊，老太家嘅身份咩都冇尊重嘅啊！啊，對方下載為好。係啦，唔過放心，有陸豐監視器按到，就沒動你啦。先係雷主，你係要半人倉。一步，一步。佢點講？搶咗第3人入去啊！還是讓入去啊？有事情了，很愉快。要他做警察，很有好處的咩？將有8個家屬希望，一下騙人和夢想。不過，我哋片有老佢做了掃描，頭腦含有內臟都無出血嘅情形。不過有片排骨含有髖骨一片，有略略嘅骨頭別體。不過唔是開刀，用3針嘅切割應該會好。還有片嘅太陽穴了片有曲度補強，所以到老佢做孕婦。其他部位都係初上天然，所有嘅檢查是命指數，咩係正常嘅。家己做乜嘅係夢想啊？有一天呢，我聽說啊有腦震盪嘅現象，因為咧喺疫情期間，我要調配到佢轉到一般嘅病房，我寬解一下，避免在急診室群聚。啊，什麼要緊啦？先生講，我先觀察看看。這今日先轉去派出所，講起監視有錄到衝動你嘅查咯。先要。好。嘎嘎，唔夾俾啲人佢種經驗啊，爸爸與台北，爸爸都看到了，20萬塊啊，你先等去用啦，存呢，按照我嚟想辦法，唔好幫人一步地哦，既然社會經驗哦，幫佢地哦，點都麻煩啦，人用啥地就好誒，等處理好，再攞佢講啦，我係幫人一步地，爸爸冇太細心，冇特別對家人較好。我係勁想我。報道安尼韓國冇嚴重，條那麼用嘅夢想，係都含義冇做呢種，啊！一天係當然嘅財路，他會陪人家上到安尼。姨夫，老周你做冇關係啦，家鄉嘛，去派出所看監視咧，請人手結果啦。冇關係。一條係熱天之後有，熱天係大家呢份俾人，料理佢係嘅追尋啊！你最係要佢查清楚。送拜地法公廟，係錯咗唐國嘅，記咗呢份俾人啊，再都冇拉信。I need a send here安排車間人做俾人，一曬頭髮，唔係做得對你，記超喺度記緊佢，抄啊！一個。
你讲把妹就掉枪啊吼！上百场水准啊！你喊人家3条8包上倍数，人家3条8万，记出讲爱收人家3条8，你看有无？有无？我赚起嘞！你讲平说，伊无对你写就好无啦哈！你叫我做个条坏事，人家爱做电无老伊无天心，人家爱做电无老伊无天心啊！赚起啦！那球无按油打，他叫赚起！查封的事情，加强在处理的，我要加强去查内组的资料。伊母，实力冇见的，我先转去的。你最好人来转去问清楚，无啊，我前面跑到公道啊，那个讲，也不好嘞，好嘞，不见了，你也抢咗啲看日牌啊！因为疫情，当日抢牛杂时他做啲来款，大概8点钟嘞，韩国还固定一只家属，我根本也有办证件嘞，不是说，哎，都冇可能。哎呦。表面的四装戏门太帅啦！啊，本飞燕伫到你蛮耐乱世假差的哦，佢有会骂爱啦。唔可能人咩？亚连3条8出查封都不讲，迄真是淫妙诶，唔是安尼嘛？真知淫妙，一个李总有记味态啊，是有眼妹都安呢啊！你3条数却安尼吃到嘛？其他拢来准做迄老逼人，紧妈紧打呢，来无面子嘛？莫插技就好嘞啦。啊哦，迄唔係捱開唔起嘅無言嘅面條前了去啊！排泄排泄啊！ Q， 佢呀下喺台北人呐，看而家就撞下人喎。莫講咩3條8嘅，講樣嚟講3條數嚟我妹妹好朋友啊！好啦，有去看人未冇？啊！主要嘅事情莫講亂咩嚟啦！阿 Q。 唔係條路有問題哦，我拿門天本係按唔老3條嘅信用大敗的，結果一下唔老7架咩都按呢，連其查貨都有人講係人咩嘅？係死老李嘅。還有啊，也在時間冇過來亂咧。我請上去新年嘅，我有啲亂咩？ 我老師嘅條件片講好咧，一擺本期留下。不過，也見明明講好係外線嘅，怎麼咁樣啊？哎呦，工業區開發案有幾大片嘅地係放強木嘅，我唔拿議員同佢調翻，嗰條地就唔好橋咧。唔做工業區會死嘅，幾隻台人按到工業區。 我咩係為到大家嘅發展啊，本單嘅又老又 Q， 先唔好轉型咩？冇安尼好咧，Wendy，訂機票。一擺李總唔目線咧，嗱，唔來線。 我真冇咧，我係當係謝你種啊。Wendy，排泄啊？爸，你喺啲咁大風吹哦。做你種係做你做嘛啦？一擺求條李總就係愛做嘛嘅啊？冇，我會向 Wendy 去先。 北公廟嘅這天係10條橋屋下條擺建出來起嘅，就啲嗌工業區開發案嘅動向，北公廟唔使走，
规划案东南发展呢？乜个意思啊？甲苗人要投资也种规划案，啊，公庙哪有可能使少？古时里种暂时有7家嘅人咩？无挨买按多人头，老夫桥牵过来要做嘛？对，就莫乱咩。下礼拜啊，爸爸一听支持你县议员，就算你为2本书的条，都爱分5县。那不管那个公庙去八公庙啦，王正眼就讲俺会县诶，无是哪会没面子啊？你要不要去自驾拿立笔桶给骗翻啊？喂，俺你为用出去，遐用的桥啊？快慢你做立笔，慢你就付一桥啊。下一摆立笔本爱县。刘娜娜，爸爸好好老唔讲，唔就乖乖配合。俺配合4年嘞，要不然俺无爱。闹动上线就线会倒哦，要清楚哦，要你还满意的做主诶。冲动你6多拜，无插牌，请勿调查。所长，牙枪系拢准备好嘞。好。唔到呀哈，系你自家煮哦。做啊，安尼遐爽。这阿公刘文言记得天，伊从心头向年出倒去咧，有我个想法无？倒去咩无好啊？阿公家用时哦，老弟才分8公咧，你无讲哪次爱玩啊？呀哈8公庙哦，做迄个按太监呢，可能晒庙啦。做嘛？唔想爱买哦。唔系啦，我想我要差唔多好结婚咧，我想唔讲朋友咯。啊，有本爸爸还有义不敌嘛。本单想也2年搞就讲的啦。买天嘅事情哦，还可以同爸爸参详一下啦。俺去吃到也得伊无可能处理啦。况且还有煮脚店啊，我卡手5只洗来的呢。煮脚店哦，将来还唔去留本。咋唔系咧？爸爸其实对唔用唔落实，希望唔转来接煮脚店。迄不仅是讲无爱，讲唔伫台北开店，会不会好做自家嘅事业？哪有可能？迄讲爸我来接煮脚店，娘还会纳4万本来啊！啊，姐，那家妈妈嘅情绪我冇办法控制，也2年辛苦唔了，会好好照顾佢哦。爱弟啦，爱弟想哦，爱夹夹做生意，本期有些好做，谢咧咧。好，谢你哦。喂，汉尼啊？哈？你好，弟奶。阿婆，俺就冇看到咧。台北人转来了。身体好无？老阿婆就是安尼啦。哎呦，变丑了，你都冇食饭哦。丑到死物都冇用诶，死物冇用，汉拜讲生意咧会唔好讲呢？吃饭的啦。来，看我食。早点叫我吃啦。你迄落像俺迄阿婆。娘无主角咧，我找本人唔系交代去杀条吉片卖主角。阿婆，我爸爸从你去困啦。找本人又唔系礼拜，娘要去困咯。哎呦，你某嘢难得转来，总得去困哦，怎么？错啦，一种台北人哦，出去老大唔变就强用啦。来，食咖啡哦。那你请妈妈是？哪是外母哦？娘会安尼讲法咯，冇事情出手唔得来请我，韩国唔用啥，从细就自薄为分，
都也下喊潘潘啊，结果伊个走去台北，越走越远，安尼哪有机会培养感情啊？唔係全都是呢，聽人走去台北了。无啦，我冇男朋友啦。安尼真好，安尼真好。也2年啦，先本唔去搞啦，轉來張潘潘啦。唔良殺，自不為婚嘅新婦，肯定係壓味咧。這樣事啊，現在叫媽媽不點，本人送去精神病院。我就想啊，人都安尼咧，都唔得本人睡回去。我就愛老媳婦反叛呀媽媽，呀媽媽真記得有情有義哦，冇愛數就係冇愛數啊！哦，你見教見識，見講翻起，做咩拿見中獎？吃飯啊！吃飯，吃飯，吃飯啊，吃飯啊！不依不大，冇樣嘅吼。其實你轉去過後哦，佢當後悔，工作地位發現出檔了。我是啦，愛啲嘅傾向愛，甜到興，你唔好好。笑乜嘅啊？乜叫好笑啦？我全係講啊，真勁定嘅啦。好好啦，拿破亞啲地步，簡易講冇人好，前咪做埋人講啊。佢嘅偏講啦。係咯，係咯啊！我人講啊。對啊。好咧，你都想啊？做唔得本依部冇寫好做，我嘅闺女上東上西，嗰時候愛家家做生意，我也好主角嘅方言，驚呢。錯啦，我又唔記得將你晒文件呢。應該唔係調查結婚文件，記住係3年前嘅事情咧。應該希望咱呢有新嘅證明文件冇？冇聽錯，佢嘅回避也係現在事咧。咩戲哦？還有，我老太帥所下說，歡迎攞佢參詳一下，看做得強用攞佢調貨，唔過搶佢用呢間公司嘅名出貨本銀貨卡。哦，掩人耳目嘛，係啲。唔算係掩人耳目啦，也係太搞都懂人咧，啊，呢個喊乜意思啦？咩戲啦？唔過迄講嘅蜜貴族真經有通哦。你講真就是在韓講誒，當然愛問題族啊。哦，對咧，文件迄個證明講，之前嘅蜜貴族無托，為太有風險，哎呀，下愛掩人耳目，迄入面。收回，唔係掩人耳目，就係無想去本人囉囉嗦嗦係錯嘅啦。差唔多啦，就麻煩你咯。冇麻煩，你係事情遠遠都冇麻煩。尤其係呢點冇男朋友嗰啲，康伯莫個講自不為婚嘅事情咯，冇，太不人性，點啊？就是拜託了。什麼蜜貴？什麼來族？
安尼安麻烦呢，重新开店，还要重新签新的租约商。冇啊，还要万人感谢嘅太衰嘅租约。也就冇问题啦。人家讲，有熟悉嘅创伤哦。佢安强啊，要租约商，嘛爱要做赚钱。一日啊，几百公斤嘅货诶，爱当多钱呢？之前啊，推铁诶，还要挑铁嘅食材，点都出冇钱呢。加上也爸爸去做呢种嘅啊，怕你发通啊，没有切家出钱啊。之前啊，过年啊，要含传统嘅规模去退款，还要5、6、8万蚊版呢。连下要到到那天，生意少嘅切上根本就冇人來啊！不，也4万條，有先拿去啦。做賺錢哦，做啲老廠商參詳一下，搶愛開始賣咧，就有現金啦。你切家長開店嘅啊，咩種多錢嘅咩？哎呦，唔怕啦，我冇欠面嗰種細條嘅啦。10萬條嘅，你也太條嘅啦！有起來咩？等現金做賺順咧，唔講還本啊。咁謝你誒，冇卡當到事情嘅，好得注意。韓國人嘅台北咖啡店嘅事情，咖啡店冇事情啊。我還冇下班哦。很忙啊！要不我批下房機，好多巡邏請我，你不有尿嘅冇？我都可以簽你啊！店啊，還係愛夾夾重新開，唔過我要做賺金。你一借也打下拿錢本嚟嘅，而咩出掉，安尼真公平。哎呦，有一步，先唔是老弟弟拿啦，也4萬條，應該拿咧。做唔得，而不愛公平。安尼下擺啊，你等陣唔會怨嘆我啊！加油，記得拿錢上來啊！温水啊！哦，余正宪，模型那些来了，注意哦！老哥，赶快去俄室，挑架冇蛋吧？差點掉。拿吧。拿一聲音嘅，唔該攞嚟聽數。馬雞，我媽我老公歸辦成年係幾冇做呢種，你係你係咪做推理呢種？你啲小馬雞啊！也唔係講推理啦，嗬，就我一篇名正口嘅意思就係講，用呢種一下像粉米天天，還蠻過時。意思就係講，也係冇克服呀推理嘅條件啦。係咪係推理啊？啊，係去理官司啦，佢附近幾一張理呢？唔過啊，用呢種幾一擺天天黑鐵樹啦，你當唔好處理咩？用嘅冇。還蠻像啦，唔過要紅腰咧。先生講哦，佢咩冇看過呢水鬼呢嘅呢，我剛好係要買爆炭嘅本機嘅。你會變成福人魔啦？唔會啦，先生講老鴨還有壽命嘅生命之後不懂精神。嫌疑眼，先廿把前嚟做埋。嗌老啞巴人家嚟啊，估數幾條唔會攞嚟聽數。我想要將亞威做總鋪，韓國唔啱不夾，中哪種官司啊？種官司的，我冇去搞到政治，你會幫公法幫你貼標籤。韓國牙橋咩啲人係把天數誒，跟我係會諗，你會懂複雜係冇呀？就係因為世代交替啊，本啞巴看我考法沒有判。
然后于正线行妈妈前条路，然后叮叮当当几条长门窗给个谈比，阿叔都去扮演还是去给正头表演。外祖嘅事情，喊老祖叫我们行博下讲法。错，讲到来祖，都会有一件事情做人来听数。爱条件搞翻出错。唔係啦，咪搞翻條件，成議員係冇辦法，唔過捱嘅事情唔做人嚟聽數啊。冇愛人嚟聽數，做乜間捱愛人嚟聽數？冇啦，你等下啦，等下講一下嘛。石頭里長吼，當擺判法通都自家出錢啦，經費吼就出隻本錢啊，捱請老嘅黑手天天啊。廿拜吼，重陽節嘅法通，3PQ 老補水廠哦，也經費上漲嘅做下都賺過去嘅啦。咁捱定退半年咩都好咧。也唔係退唔退嘅問題啦，係退吼，廣府行一行，行鐵，重陽都高鐵咧啊。姑嫂一下用公數嚟推理，都冇發現咯。楊小姐，讓我報告啦吼，也咩唔係講冇發現啦吼，主要就係講老爺重陽補助嘅經費意思差唔多啦吼。唔看啦，呀公嫂啊，還有師傅啊，記得一下可以抗議爸爸一下嘅情形，韓國咧一下公嫂吼，記得就嚟評估啦吼，評估抗議過後，上咗嚟自拍呀推理人，問題就係我冇結局，就係先機咧。韓國啊，一幾隻流程吼，行程過後，所以投票嘅呢。半夜講到安尼，啲出家老公會死啊！唔係啦，強理長吼，佢當有福氣啊，吉人自有天相咩吼，聽說身體冇問題啊，我請你老人解釋下推理嘅流程聽聽啦。姨母，唔就冇為難記到嘅啦，唔就先接送吼，房子等把上嚟過後，就恢復正常咧。咪多謝你啊，我勇敢實咧。空半年，你就會老祖叫我們給他博下處理。唔係，我係老雄心大家聽數。唔家咪講我成議員，也講咯，咪做嘅生意也成功啊。草本係做嘅算你白肉，拿破看到就拗嘅。我隔壁鄰舍嘅阿水鳳，條嘅行差隨過，叫2年咧。古送嚟出呢個想，雄心大家就係心理作用嘛，大家都係安尼啊。係講。做得像啞巴，一同農民費天數查一下，證明金錢太歲數，嘅美國主係搶你嘅，咁你雄心大家就會奉行。那麼，嘅阿水房係講繼續安尼拗下去，我係驚費全部都拗出來哦。係唔係同講嗌老啞巴點解嘛？唔過行運本農民費，處理處做得做嚟啊！掉嘅啊，哥。唔知我係唔係啲情況都條碼牙？冇啊！行嘅啦，佢唔家面嘅都將擺強呀！那不管。俺老人天數調資料，我老天數先驗，就安尼幾天呢？冇啦，廿八嗰啲我冇辦法啦，廿八係得勝唔得啦。那明年，青毛要不要本來做總部？當嚟了？冇啦。東道理總哦，都了錢去做啊？哪有啊？你南部小阿姨做理總就賺錢啊？佢係佢動感，嚟同媽媽講，考面小，你眼皮下款，佢都敢鬧。韓國師傅費，佢都請1萬人，阿拉一年基本就有3萬塊。哇！
你唔会俾人发现呢？你都係 under table，咪會啲。廿把做到安尼哦，摕巧的啦。我說，呢種有兩種，一種係會做的，一種係唔會做的啦。唔要按鬥非法，彼此啦。政府嚟啦，危險！喂！神龍也比富人家嘅天數啊，不過真係太危險咧。也比警官唔適合去，因為我從細就看到我爸嘅判工作效果特別表面啊。拜託，警力有限，民力無窮，唔可以用啲壓榨時間，好唔好？啊！姐弟同心，其利斷金。哦，也記法唔肯嚟用你啦，點用嘅啊？詐騙集團嘅查數啦。用力嘅啊！香港同飛殺傷，用力放手。有夢清講，是夢沒動靜。也掉哦，出去今年上過那本劇呢，從容接來地好了。姨父，你沙飛橋同湖水沖嘅補助掙30萬呢，8個醫生打到36萬人哦。你明明啊，做係貼錢的啊，你唔對哦，你把佢比太誒。哎呦，唔怕啦，姨父，你就檢查一下啊，幫吃飽含啲帶煙，你就留意算咯，種下講大。當然啦，你唔對，佢判你嘅裏面充過法通嘅啊，有打單嘅哦，還有獎金嘅哦，獎金啊，一年比一年還卡多呀。你看咧，佢一年啊有3萬咧，佢10年啊還有啲錢咧，用嚟生，攞獎金公拜啊，大家熱天會維維過呢。幾多嘅啊？你阿爹啊，出喺多出嚟單機。反出超過咩做唔得波氣啊！嗌出樓嘅聊天，你看呢種，佢判嘅法通嘅哦，連飯包啊，仲嫌吃夠唔開啊！講乜嘅必勝啊，真嘅你跳哪有問題啊？電話來了，電話來了，電話來了。姨父，我接一下電話。電話來。喂，林先生。張小姐啊，歹勢啦，是安尼啦，我跟你參詳一下啦。因為有工人吼有人確診啦，我已經被隔離啊，我即擺安尼吼無法度做工課啊。我想講吼，你是毋是去先匯5萬塊給我啦？我知影你真為難啊，毋對阮厝內面吼，囡仔奶粉跟尿布嘛是愛買啊。好啦，那我明天匯給你，可以嗎？會用的，會用的，江小姐啊，多謝你哈。謝謝。電話來了，電話來了。阿勇，勇誒。姐，衝到爸爸嘅肇事者就係左本人做到嘅查數，我都還沒請到嘞。伊都成年嘞，唔過佢未成年，有時候公婆嘅事情會留江夫人講。狗孬子啊！按跳伞啊，就到你！狗孬子！狗孬子！
你是石头的大女儿？是，阿公您是？嘿嘿，是我孙子啊。他爸爸死得早，他妈妈是跑了。他从小他跟我长大的，真是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阿公不要这样，阿公不要这样子。把你爸爸撞得那么严重，真丢人啊！这我也管不了他的，这。你直接撞死就算了，你还拖累别人，再把别人害那么惨。你阿公请坐，阿公请坐，不要生气。姐，你調查過嚟，已經要司徒。為咗你媽媽嘅真相，就咪重到爸爸，我年輕嘅人嚟做呀。阿公講希望供奉，唔過見你要慳，但將佢條嘢會應佢處理嘅，會等找時間定過後，啲就將會處理。阿公，你车怎么了？你是没电还是坏掉了？好像没电了，我是从我们这桥头那边过来的。那阿公你上车，我帮你用推的。不行了，太重了。不会啦，你先上车。我用摩托车推很省力的啦。坐好哦。啊。怎么推？阿公来。啊。要走了，你坐好了。可以推啊。好，走。对。哦，可以走啊。小心哦。好。谢谢啊，你医治好了。我这个孙子啊，根本就是个畜生，是吧？这对不起，害到你爸爸了呢。阿公，不要这么说啦。希望这个石头能够赶快好起来。我小时候还跟你阿公一起玩的。真的？你认识我阿公哦？也是啊，他当里长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多照顾我，这介绍好多工作给我。你这换了你爸爸，这一样都还是照顾我。那这样我们很有缘啊。有缘？这是一种坏缘吧？啊！阿公，不要叹气啦，就当过运啊，事情会变好的。大公公，车子坏了，没电了，还好有这个小姑娘推着我回来了。小心点啊！当年在盖这个伯公庙的时候，我还帮忙做厨工呢，60多年了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伯公还真的很灵验呢。当年建村的时候啊，你伯公有指示，叫我们离水远一点让我们别过了好多次水灾了。后来呀，还好你阿公捐了地，我们才盖了这个新的伯公庙啊。我坐这儿。哎呀，谢谢。哎呀，阿公公，那充电器呢？充电器外面门口。哦，好。那后来旧的伯公庙呢？后来被这个土石流埋的了，哎呀，可惜了，这是。其实也不算是个庙，就是3个石头把它垒起来，然后上面盖个棚子来的，哎。阿公公，我帮你把水倒掉。不用麻烦了，这我习惯了。哎呦，没关系啦，你就顺手倒一倒嘛。其实那个老伯公庙啊，很有特色，简单朴实啊。后面还有那个鹅卵石垒起来的，像个墙一样的保护着那个伯公。有些鹅卵石，对，垒起来的一个椭圆形的墙啊。你说那面墙，那不就跟城堡一样？是啊，就像城堡一样的，而且还有一个秘密。哎，你考虑黑的呀？
公公讲哦，迄南片去遐只家啦。鸦片敢迄南片？你头呀哈，你演呢有薯片，我说迄南片无唔错啦。啊，你请 Q 不公喵，怎么改啊？南迄答应医保，我并常用发通唔了钱啊。阿公公哦，我来讲个 Q 北公庙嘅故事哦，本爱灵感呢，挨出来，我会拍神太子里重新认识条条里。来电太高，你是茶颜、水准，还有条摆嘅北公啊！韩姐，哪知道向前应该要用哪些啊？冲果发通，只系又好食又好冲，还有奖金同电路做啲难呢。却要用营养品啊！不过因为疫情哦，自助船改做饭包啦，啊奖金就改做毛菜。啊，冲过去甲冲就好了啊，同合理咩？呀，请多忙啊！很忙啊。吃饭。什么呢？做嘛个按下去？错啊，几多一晚？你一定爱听那种时间快、那种煞风景的发，碰到就会晚啊。老师老讲，那是煞风景。一听会晚啊，感谢两位按天数呢。哎，那种厨师哦，你用的按照前几场闽南哦天数。哎呦，咱们唔确定阿公公讲的迄唔迄正经的啊？迄讲请唔到啊，我本唔少一成人的。啊，请唔到，咁唔就继续当中国发通。做唔得，爸爸大摆煮了钱呢，做唔对个安尼啦。下摆哦，来听错，爱留钱上下落。按上你无好啊，还会爱反再去。唔办啊？唔需要 A 去了。那假啦，我爸爸做按多年的，总了按多年的钱呢。下摆请爱留条摆嘅钱，拿一时嘅赚来。我唔了讲跟小阿姨李总完全无共用啊。没好啦，安尼你亲手还有钱做的饭。啊，唔一摆按算 A 几多啊？好，修正一下，唔一摆按算3几多？付出有30万，纪念品、摩擦还有自助餐，差不多15万就拉嘞。哇靠！A 班呢？莫个讲 A 好无？其实迄乃迄战争呢，迄唔系讲 A 较顺啊？不空啦，战成安尼不空哦。不过，唔免你会好笑啊？爸爸有动多空白单据啦，因为超过预算，我什么报出去，下摆哦，拄好拿来用。做到天使 TV 明报，哪有你安尼讲的？差不多意思就好了啊。来啦，继续。大哥，太热，喊百半个上铺上来啦。之前还有人客讲，警察从跳人呀，很用诶，料都挨料袂啊咧。还是啦，防疫期间请务较无限啦。用诶，有何贵干？我嘛讲，点会重新开股，很爱拿钱赚一部卡。跳给他做手这么钱啊？唔系啦，迄有意思的啦。其他的都不用伫个优惠存款就可以赌，老去假跳，多麻烦啦。也没让你偷去倒。唔得抢啦，妈妈。就嘛嘅，什么朋友态度是？我夹娃娃呀，用会滴，可你要作用，不是秀没滴。迄态度是的啦。不过我无讲我夹娃娃啦，俺朋友讲我先结婚，无夹爸爸可能要欠死。无所谓，俺准批20万，掉家的，哪有20万啊？欠死就欠死啊，减买啦。
做唔得啦，叫爸爸嘿，叫爸爸。黑马嘅，生米都煮成熟饭呢。叫爸妈啥，同我讲来瞧啊。等下。喂，汉尼啊，有啊，我有准备的啦。无啦，我想讲，叫爸爸你去分你啊，我就唔好骗啦，无啦，无啦，我有准备的啦。也有个 PTT 的，这个狗。无啦，唔好骗啦。哎，今日又要公司，你会不会还有半夜班、纯洁、挺才艺做的 A 呢？做的不空啦。你黑做沙头班唔会想哦，太麻。其实哦，当讲都咩冇唔错啦，要把黑讲成功咧，坦白嘅发通哦，一定要本人爸爸同意，做唔得个了钱。就会讲咩，做得一直按弄啊，莫乱讲。叔叔抢你啦，那么本片看到，就对你整本票。警察没有顾形象哦，就冇钱咩，那有乜个形象？要很多主转啊。啊，凯西啊，沙菲斯这边好。买这个没有用到钱，我怕这样太多啊。那个什么啊？老师啊。唔免嫌硬用，硬做硬用，到底有犯法也冇犯法，我嫌硬揾证件，冇可能的事情。我啦，也冇犯法啦，就会违法边缘，要人做灰色地带啦。看水手，你去强用老主角买本给佢点，啊个月唔知用塞条把佢买多赚来，清明眼清好心机。双方都塞条主角点，就安尼。哎呦，唔免想的咁简单呐！你爱抢伊个卖猪肉的人，爱买一支片来徛做嘛咯？做得啦，杀头过去啊，都迄唔信任爱吧，佢啊都做得清平人脉啊。其实唔系唔信任啦，迄讲人还会笑嘛。国家几礼拜。大家就会唔记得来主一件事情，係就冇問題嘅啊。哎呦，唔啦唔啦！睇水數，一事情咩係唔想咩出來嘅，全部唔免想一樣嘅就樣嘅啦。了嘅，迄隻球咩出來嘅喲？愛萬一千隻球主要。睇水數，家下兄係講唔錯，係攞人非順利啊！三條八，佢按到主角本人推貨，要出查貨也到底而嘅，係啲假貨卡應該欠欠欠啦。睇水數，唔咩好人，你咩做得到三條八每天數嘛？
出来啦。歹势啦。哇，太神奇了！你做乜嘅啊？阿公公讲哦，有几粒石头做得靠出神呢。應該唔止一條，全部吃光嘞。好，哎，冇啦，全都冇。我要聽你靠站要上啦。小蜜蜂啊！能够靠你当小蜜蜂？哎，不过哪参他八公嘞？你多住好咩？八公，你太年又太亮，你多住好，按姿势。来啊，来了。继续继续，你莫打八公哎！错家冇礼貌哎。哎，哥哥。有一條石頭我發動一定清響應，錯啊！杭州得聯絡電視台來破圖，到時一定會變輕鬆發揚嘅景點。做唔得，因為錯啊，因為做唔得。亞威哦，一定要好好保護，唔係你做唔得講出去哦。我大家做來靠，冇見你石頭就不能靠咱條氣咧。姑嫂阿公同阿公公怎冇講出去啊？阿公公哦，還交代我。做唔得講出去呢？咩係好？有道理。其實唔對我家下講嘅不空哦，我想了一下，一槍做得呢。哈？唔過我要添一條路，就是我要來獻禮狀。哈？你神經病哦！聽我講，往次伊冇可能爸爸出來獻啊，我就聽你講，我來獻。咩曬下一步？就講我後生有冇人天數，一定獻唔到，佢應該會傷心啊。不過我點到愛青3個獻，一定會獻到。韓國咧，錯啊，獻到誒，有鳥誒。我算不唔掉糖吼，我唔係半年愛玩100，也拜長龍，係有半夜班、春節、天長日。就來背下空，應該做得不多6、7、10頭嘛。加上唔了嘅10萬，還有重新開店，伊部應該會留10萬還本來。就有90人呢，加我9年咯，就做得留一條萬條嘞。幾款就夠嘞，做麼？韓國我就重新做來背一片嘅空，我台北嘅錢萬條嘞，我就冇個在。A 嘞，航班4年哦，靠師傅費上，我想辦法回饋給黎明哦。安尼，我就靠自家強力撈錢萬條嘞。基本唔實現禮狀啊！你師傅費在嗰2萬上哦，你差唔多搶有3萬呢。喺台北我請3萬一條路，蠻耐都會啊。真係兩談哦，唔是漂浮嘅，我做啲師傅卡嘅3萬。做係捱嘅咧，有道理，就唔想會出來呢。韓國，人總係講自家係神氣師台，唔敬氣，冇運氣，本人風氣。唔過呢一擺，我係真做，做唔得風氣，你冇係本人風氣。頭擺我總係想唔清楚，大概做係捱失敗。我去打拼，韓
迄俺没有冲动你给送向。我下摆哦，俺妹清楚嘞，你都要重新开始俺嘅人生，你都要证明俺嘅乳蛇，快来献礼，中！俺做得人天数啊！台北人有嘛个自己的团献礼种，也无记惯性啦，还会爱献礼耶。出来献礼种，你还没有爱钱啦？靠得住都得安尼用哦。一天爱改献礼种就好啊。呀，就看俺老主角每个第一站，义工嘅义。